请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9章1到19节，别为圣经伫旧约第985页。其他版本的耶稣，请看银幕。但以理书9章第1节，马大族亚哈随鲁的囝大利乌，做加勒底国的王元年，就是以这为元年，我但以理对册人得着知。遐个年的少爷，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讲起耶路撒冷拄着荒废，着满70年。我决意向上帝爱用祈祷恳求、禁食、穿满衫、三喜夫来找伊。我祈祷耶和华我的上帝，认罪讲：做这大通敬畏的上帝啊，就是守约施恩。互记若听伊谨守伊诫命的人个，阮有犯罪作孽，行歹背叛，离开你的诫命法度，无听你的奴仆，这个先知就是奉你的名，对阮的君王、贵族、列祖，甲国内一切的百姓讲话的。主啊，公义归伫你，见笑归伫阮，亲像今仔日。就是归伫犹大人、甲耶路撒冷的百姓，以及以色列众人，或是近的，或是远的，伫你为着因得罪你来赶因教的达国。主啊，见笑归伫阮的君王、贵族、列祖，因为阮得罪你。阮虽然背逆主，阮的上帝，总是怜悯赦罪是在于伊，也无听耶和华阮的上帝的话来行伊托中伊的奴仆。这先知所摆列伫阮的面前的律法，以色列全族拢有犯着你的律法，行偏路，无听探你的话，因为安尼，这个咒诅以及上帝的奴仆摩西律法中所记的咒诅，拢拼伫阮的心上。因为阮有得罪你，你捌讲大灾的，互阮来应验以前警戒阮，也警戒审判阮事事的话。因为伫普天下，毋捌行亲像所行伫耶路撒冷的，这一切灾祸临到阮，是照摩西律法中所记载的，总是阮也无求耶和华阮的上帝施恩，互阮回头离开阮的罪过，明白你的真理。所以耶和华主意，互这个灾祸临到阮，因为耶和华阮的上帝伫伊所行的事拢是公义，阮并无听探伊的话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！你捌用大权能的手带你的百姓出埃及地，互你有名声，亲像今仔日。阮有犯罪，阮有行歹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互你的受气，甲你的大受气，活转离开你的城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圣山。因为对阮的罪恶，甲阮列祖的罪过，耶路撒冷甲你的百姓，互四围人所凌辱。所以，阮的上帝啊，但求你听你的奴仆的祈祷恳求，佮因为主的缘故，互你的面会光，照你爬远的圣所。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开你的目睭来看，阮爬远的地，甲用你的名来称的城，因为阮献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，毋是因为家己的义，就是因为你的大怜悯。主啊，听；主啊，赦免。主啊，听来行，我的上帝，为你的缘故无伫眼前，因为你的城、你的百姓，拢是用你的名来称的。以上，这是请本堂老应验团队来讲道题目是“甲旁中的爆发力”，甲旁中的爆发力。兄弟姊妹平安。每一遍伫礼拜时看到咱大家，我心内就真感恩甲欢喜。因为咱伫世代中，咱伫工作中间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伫拄则咱来的时阵，是毋是拢伫夹旁中？咱伫夹旁中，迄阴影无爱互日头照着咱。咱伫夹旁中求生存，是安尼吗？若是安尼，今仔日，咱的主耶稣上帝要伫遮，互咱大开力、爆发力，要互咱伫即世代真侪。伊福音会出口，互咱虽然伫夹旁中，
咱有一定属主的影响力，正做伊福音的出口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愿天父阿爸，愿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，保护保守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，是何等的恩典。主伫即礼拜中，你知阮，迄时顺利，迄时伫逆境中，主人无了解，亲人未明白，主总是你知阮心，你嘛知意知阮心内苦楚。主，你已经备办教业恩典，要赏赐互阮，因为你是阮的拯救，你是阮的开达，你更加是阮结实的帮助。主，恳求圣神开帖你的话，互阮明白，因为阮本是听也听袂明，看也看袂清。主，是因为你的恩典，圣神光照阮，互阮听了明白，阮转去会当行出来。有气力，互阮行出伫主耶稣内面的自由甲力量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伫即礼拜中，你的生活是怎样？你有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也无？你敢伫劫旁中？这个人是2014年。骹球赛，世界骹球赛，巴西对德国迄一天，咱还会记哩袂？咱有看电视无？有吼，迄乌色的179秒，真正乌色的。人生本来是彩色的，这179秒了后，这巴西变成红，真正红巴。本来是0-1，伫无甲3分钟，食一碗饼拢毋拿3分钟哈。红青顶可能有诶较长诶，107秒，即中间你做啥物？你想啥物？我诶大汉囝半暝起来看，看甲0-2，伊就讲啊无忙啊，禁起来困，较实在。我相信迄个时阵，巴西甲巴西的球迷，因拢做一个祈祷：主啊，请赏赐互阮有爆发力。阮即马需要，因为阮特别输去。过去一礼拜，你敢有特别输去啊？你敢有艰苦的代志？你敢有需要？主你家己伫咧，互你即个爆发力。上尾是1-7，7是啥物？完全的数字对无？完全的败啊，失败。对巴西来讲，真正啊，戆呀。靠甲拢无声啦！即天对巴西来讲是因的国难的日，敢若即个国家去啊无往忙。今仔日经文但以理，伊所在的迄阵时代甲国家，就亲像比这国较严重，真正是国家惨啊！因为因被掠去巴比伦。今仔日即个祈祷，就是伊被掠去巴比伦。有一天，伊86岁的时阵，看到圣经耶利米，伊看圣经甲你我同款哦，无同款，只不过伊的是希伯来文学不来，希伯来学不来，所以无要紧，咱看有诶，看到英文讲70年久。因伫活动中间被掠70年，得要到啊！迄个时阵，伊86岁。迄个时阵，因已经互掠去68年，得要70年啊！
你敢捌寄人厝骹，迄好过无？爱看人面色对无？连开一个冰箱都毋敢，连要坐都小看一下。伊就是伫咧即个情形中，咱要今仔日来学习。伊虽然伫急碰中，还阁会当发出一个爆发力的祈祷。即个祈祷大受上帝的意爱。咱伫即个世代压力嘛袂细，敢毋是安尼？生理愈来愈歹找，工作愈来愈歹找。咱的未来伫倒位？咱的国家要行几条去？咱的教会要对倒去？这种种的压力，互咱催迫咱要来但以理来学习。咱就是对伊的压力来讲起。但以理伊的身世就是做官的第二代。毋是富二代吼，可能嘛差不多。因为伊的爸爸是做官的，巴比伦王头一遍对耶路撒冷攻打伊的时阵，对宫廷中间将贵族后代拢掠起来去做人质。人质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毋乖乖甲我听话，食的我就安那咔嚓。但伊就是即个情形中间去互掠去巴比伦。毋是敢若伊伫圣经中间，伊还阁有好朋友，三个好朋友拢真少年，真英俊，缘投，真聪明。因将掠去巴比伦做啥物？毋是做好康的哦，毋是做一般老百姓哦。这人质是做啥物？太监。太监的意思咱敢知？讲较白，就是因要互阉割。但以理几岁？迄阵啊几岁？18岁。你敢18岁？你的囝捌18岁无？还是你的囝还未18岁？18岁代表啥物？代表人生才要开始。18岁但以理甲伊的朋友。一生无法度结婚，因为一个身世就是伊是做官的第二代。我毋知你对你的身世感觉如何？传道接受足侪个案，拢是因为因的身世怨叹一世人。是安那？我的爸爸是228的受难者。是安那？我的爸爸毋是王永庆。是安那？我生的家庭无爸爸妈妈。是安那？我的爸爸妈妈拢互关伫监狱内面。是安那？是安那？是安那？对咱的身世或者会有一定的压力，但伊哩嘛是同款，总是咱要看，因为身世。伊来到伫别个所在他乡做太监，伊安那来生活？伊伫安尼压力中间安那来生活？第二，伊压力是来自伊是上帝的子民的身份，寄靠伫人的厝体，但伊无袂记哩，伊家己是上帝的囝，上帝囝的身份，按照法律。有真济物件拢袂当食，譬如讲，啥物四肢骹的，迄啥物货？对啦，袂使食猪肉，总是安那。太监长拢摕猪肉互因食，摕肉互因食是安那？是安那袂使食？啊嘛有牛啊，啊嘛有别项啊，啊是安那袂使食肉？因为因的肉拢经过啥物货？拜过。所以伊宁可袂食肉，伊食安那？食菜。啉白滚水，你想太监长敢愿意？因为就是因遮生做安那好看，生做少年有智慧，你若食伤歹安那，等一个变戆戆，
我闪闪，哎呀，王会生气咧。所以太监长讲袂使，他有可能互你那里，总是等于你。伫耶和华上帝面前祈祷，伊提起勇气讲：啊，无安尼敢好？试看觅啦，10天就好。伫劫旁中的世代中，咱会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代志，咱会拄着足侪咱太安尼，我要安那？试看觅敢好？甲主讨一个稳定敢好？但伊你就讲，主讨一稳定，伊就去找太监长讲，无试看觅10天就好，你互阮食哪食菜，啉白滚水，看阮面貌安怎？咱拢知，10天了后发生啥物代志？哦，因即好朋友啊，连甲伊的好朋友食菜食白滚水，10天了后，因的面貌比其他的人搁较安那？搁较缘投，搁较白泡泡，搁较水，搁较有智慧。这是属伫上帝子民的身份。有当时或者你会感觉讲，我这个身份，互我足侪脱界的。阮兜的人拢拜拜，干那我无拜，因拢甲我排挤。特别是咧做婚丧的时阵，特别是伫扫墓，特别是啥物时阵，分家产的时阵，传道捌一个牧师，因兜干那伊一个人信主，伊有7个兄弟姊妹。伊老爸讲：“你要信主吼？对。你后边我要分家产，你无分哦。你要信主？要。爸爱去做牧师。做牧师了后，因爸爸真正过往。因遐兄弟姊妹讲：你无分哦，你无分哦。敢真正无分？上帝互伊分哦。按照法律安那，伊也无当因啦，啊是要安怎分？上帝替伊出声。伊伫众人中间，无信主的兄弟姊妹中间，因为上帝子民的身份，伊摕到1分，啥物分？因遐兄弟姊妹讲，好分阮紧摕，阮留啥物？歹分互你。即个牧师讲，感谢主啦！啊，本来就无啊，无打算要爱，啊，结果佫摕到一块地，结果迄块地是安那？迄落，啊，都无上市的啊。是较偏僻的，无要紧啦。我若是上帝子民，这就妥当的啊啦。这比啥物较好？但以理就是安尼。伊讲上帝子民的身份比啥物较好？伊坚守信仰的本分。但以理伫外班中间经历4个朝代，头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。伊头一遍为这个王来做代志，是因为这个王做民望。袂记你家己民望啥？啊，咱捌做过梦无？昨有做梦无？会记你是啥物梦无？袂记哩啊吼！传道吼捌学迄个对梦来了解家己，甲王荣义牧师来学习。结果伊甲我讲咱做梦拢会袂记对无吼？我甲你讲，你若梦吼惊袂记哩吼，簿放喺迄落眠床边。即马若梦醒起来，紧写，啊无就是用啥录影机紧录安尼吼，我就照安尼做吼，为了要更了解自己，透过梦来了解自己安尼，真正做梦啊！哎呀，紧嘞，摕来录音，录，录了后煞困袂去。其实上帝互咱梦是一个真奇妙的代志。这个王嘛同款，伊袂记哩，但是伊感觉这个梦足重要的。所以伊就讲，恁遮拢去甲我想哦，恁遮老人有智慧的人哦，拢去甲我想谁啦吼，会当想到吼，我互伊有想。但伊哩想到，而且解梦，
忙，所以但以理伫急忙中，看起来是无慌忙，总是头一遍不个，头一遍见证上帝。伫急忙中有主甲咱伫地，毋免惊伊无机会，惊你毋倚靠上帝安尼尔。头一遍，伊哪来得着王？会欢喜得着王，这个有智慧。第二遍就是这个头一个王的囝，号做伯沙撒王。伊真超过啊！甲圣殿内面的物件拢摕来学爸母。有一天，伊搁咧请人摕的时阵，耶和华上帝咧壁内面顶头写哩，哒，哎呦，毋知写啥物。写讲这我念华语吼，伊讲号做尼提克勒乌法尔辛，恁敢知影啥物意思？咱毋是但以理，所以咱毋知啦。但以理才知，所以这王紧的，佮叫因爸爸意爱一个，捌甲因爸爸解梦一个但以理来，紧来，即摆啥物意思？毋是咱即摆啦吼，即摆意思足好。但是迄阵喺壁顶迄摆，意思是讲。你的日子满了，你伫上帝面前真轻，安尼啥物意思？你惨啊！迄天阴暗，就应验一个王就过身，但是伊已经讲了，谁会当教我解这个字的意思？我就互伊做全国第三大的，头一大是因阿爸，第二大是伊家己，第三大谁来当解，我就互伊做上第三大的。迄天阴暗，但以理就做第三大的。伫急忙中，靠主哪来得到祝福？这谁想会到？所以咱看，伊伫。上尾伫第三个王就是大力王的时阵，大力王真介意伊，总是这百官嫉妒伊，就亲像真侪人嫉妒传道共款，看起来敢若18岁，若嫉妒就害啊啦吼，就是因为真侪人嫉妒这个，但以理因就上空上芳。好啊！这个但以理一日干拢咧创啥？祈祷，伊一天祈祷3遍。咱比伊较济啦吼，咱迄个3餐外加宵夜安尼4遍，伊3遍尔。但是伊拍开窗仔门，因就用一条咧，谁若是无拜巴比伦的神去拜别的神的人，一个拢爱掠起来，当对倒，迄啥物？西亚坑。你3夜拢几啊工无食物件，你弹落去马上安那，乌油，啥物都无，连骨头都无。但以理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有拍开门无？门同款拍开，摇落3铃声，走3遍祈祷。当然，伊去用掠去，迄伫西亚坑内面。这个王心真艰苦，迄天阴暗拢袂困。什么原因一个人祈祷，就爱放迄个西亚坑内面？但是伊无法度，所以伊甲但以理讲：你的上帝会救你啦，我无法度。第2天透早，这个王较紧拼去西亚坑一看，感谢主。伊来安那学老，伊讲安那，这个是我的上帝，这个我的上帝安那是互人安那，互人敬尊的，是安那是我的上帝，伊会当拯救人，会当伫天顶地下施行神迹奇事。一个外邦的王，因为但以理会伫西亚坑所发生的代志来学老这个上帝。咱看起但以理，伫个急忙中见证耶和华上帝是我的上帝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所相信的上帝，敢但以理这位有活无？也是咱信甲这个上帝要死嘛害，无互伊活起来？咱敢有信心，亲像但以理同款？伫劫旁中间，伫真艰苦的中间，伊也是愿意伫伊是上帝囝儿的身份，伊活出真理。这位活活的上帝，就互伊伫劫旁中哪来哪权威，哪来哪得到祝福，伫迄个世代，正做迄个世代的影响力。咱看，但以理这个爆发力，这个溃是对倒位来？就是今仔日的祈祷，对火解祈祷，互伊的力量介大。火解祈祷敢真正遮厉害？一瞬间爆发力的意思就是一瞬间会当改变足济。伫拜五的时阵，领主祷告，伫9点半甲10点半，伫3楼的祈祷会、祈祷室。有一群人咧读一本册，即内面讲一个例，或者乌干达。咱敢知乌干达咧倒？因拢是非洲。知吼？捌去过嘛吼？乌干达迄阵啊，艾滋病30几%，疑似艾滋病有1/3，所以这样加起来多少？超过1半以上。艾滋病实在是无法度医的。一个国家因为一个牧师，伊互上帝提醒穆约翰牧师带众人，为着迄片土地因所在的这个乌干达来祈祷，做火解祈祷，甚至总统嘛甲因斗阵火解，认罪因古早拢信巫师迄个神，因火解求主赦免因。你敢知？足紧的时间内，因的艾滋病罹患比率对30几%，疑似1/3，到尾啊，最近是6点多%。伊伫就是安尼。对一个、2个、3个，对一群到一片，火解所在也到迄片拢得到医治。咱敢想要得到医治？咱敢想要得到好好？咱敢想要得到改变吗？咱来学，但以理伊是安怎来祈祷？伫今仔日经文中间第9章第1节、第2节，讲到伊因为看到圣经，掠到这个应允，知影伊的身份。耶利米讲，有言讲70年久，即马68年啊，你要到啊的，较紧的，较紧的，来祈祷。伊有一个祈祷的态度是咱来学习的，咱已经学习久，就是禁食。咱就是安那，清末。来三火句，意思是讲，咱就是爱安静，咱爱安那有一个悲伤的心，定义要来恳求上帝，要来主的面前来安静。祈祷毋是一个凊彩的代志，祈祷咱爱有一个真心中的态度来甲主的面前。咱要来祈祷，讲主啊，你是一个真大、通好行兄，互阮敬畏的主。主，因为你遮大，所以阮知阮信的就是遮大。因为主你是有主爱的，所以主，阮敢伫你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我是有罪的人，恳求你赦免我。咱就会当恢复，重新恢复甲主的关系。当咱到重新恢复甲主的关系，咱就安那，咱就会当到主的面前来祈祷，咱就会当领受上帝对伊遐来的亏力。所以咱祈祷的基础就是，咱若安尼做，咱一定会当得到上帝的听见，得到上帝看见，
所以咱爱来祈祷，主啊，阮犯罪，阮罪孽，主啊，阮行歹，阮偏离，主啊，阮无听你的话，你讲传道啊，阮敢有遮歹？无，咱无遮歹，但是咱也是无符合这标准哦。罪的意思是啥物？标准，把心。咱敢有心内无爽快一个代志，无爽快一个人，伊远远行来，咱就紧会囥咧别位大。啊，无就是伊已经你面头前啊，你紧找一粒盖讲话，因为你心看到伊就袂平静。若是安尼，咱嘛是得罪上帝。圣经讲，咱爱下面人。咱是属上属地囝儿，即个圣经讲的，若是互你感觉凄惨，就是提醒咱，咱若是活出上帝的教导，咱就会恢复即个关系，咱就恢复即个标准，上帝祝福就开始教起来哦。咱捌看过时钟吼，古早的时钟，迄若是骹顺无骹主，伊袂行。咱若甲上帝无对准，上帝祝福实在是行袂起来呢，无法度行，无法度作用啊。咱机器嘛共款啊，差一时也差足济，手机也上准。若是拉站啊误会，小可垃圾，咱就接触不良，电话无法度敲，这就是罪。咱斗阵到主的面前认咱的罪，敢好？咱看见。但伊哩毋是干那认伊家己的罪，伊甚至佫认众人，咱厝的人的罪，一个局群，一个国家的罪，咱嘛来认，因为咱对咱的国家的局势，咱教会的教势，咱家庭的情形，咱拢爱讲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无照你讲的。去行，咱得罪了上帝。主讲，咱若是安尼，伊要听咱的祈祷，伊无降灾，伊无互大灾难伫咱的身躯。但是话讲转来，毋是大灾难，就是因为有人犯罪。大灾难有真济意思，总是咱先讲主啊，若是我犯罪，安尼上简单的消除法吗？那我们先认罪，咱先认罪，讲是毋是主我得罪你啊？若毋是主，可能有你美好的意思。咱安尼来做，咱的上帝要听见咱的祈祷。咱祈祷的内容伫第15章第15节一直到16节，讲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捌用大权能来拯救你所爱的人民。阮犯罪，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。主，恳求你的生气离开阮。咱的内容会当讲主啊，即马求你听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听，你互你的面照你的圣所，你的圣殿，咱的圣殿。主啊，求你听。主啊，求你目睭紧紧看阮，管顾阮。这是真好的祈求，上帝要听见。但是，亲爱的大家兄弟姊妹。咱求上帝来听，来看见，但是咱敢有听上帝的话？咱敢有看见上帝应允、上帝作为？咱敢有？咱到上帝面前来祈求，上帝要透过圣经应允，甲祈祷，要来祝福咱中间。上尾，但以理的祈祷是919章19节，毋是911，嘛毋是119，是或者9章19节。当咱若是咧急救919、119，请咱会记哩即句的祈祷。今仔日咱的讲道吼，会记哩即句就好啊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求你赦免，求主你应允，主。为着你家己，莫毋好言前敢好。主啊，这个城甲这个民，拢是称做你名的。主恳求你
听阮的祈祷，赦免阮。咱最近拢伫咧为着未来的主任牧师咧祈祷，团队想要邀请咱大家，伫楼骹会当来写迄张，咱会当来学但以理共款来祈祷，受到祝福。伫急旁中，咱爱得到注意声，主要甲咱讲，咱要听见，主要互咱看见，互咱知影咱未来是啥物。嘛邀请咱斗阵伫祈祷会中间，咱会当斗阵来经历啥物是你毋知影的代志哦。这安怎讲呢？传道伫咧正经17岁的时阵啊，捌伫咧团体中间祈祷会看见异象。迄个时阵，我的妈妈真意爱我嫁互我即摆的先生，但是传道要结婚迄张我搁伫诶我写20几个条件啦讲主啊，后边我要嫁安尼，拢总21条。啊，阮先生迄落符合几条 ？Only one。头一条是啥物？哈，查甫诶，毋是。这毋免我写头一条就是伊诶身世，伊厝诶人一定爱接纳我，一定爱听我。敢若符合这条，其他20条拢无符合。我就讲安尼可能毋是个款。但是我的妈妈安怎讲？阮妈妈讲，叶妹你来，你无想看觅你脚安尼，人拢无嫌你啊，你嫌啥？3更半暝嘛好嫁过去啊，搁逐尾咧拄丁。你听了爱笑对无？传道听即句话啊嘛，目屎干的。我脚安尼感觉家己要爱，是安怎我袂使嫁互符合较侪条的，敢若1条尔的。总是我伫咧祈祷会中间，我拢无讲，但是我心真艰苦。这敢是我的妈妈？上帝透过祈祷会中其他的牧师兄弟，迄阵的牧师，迄阵也毋是阮的牧师，是林真坤牧师，伊伫中立教会，但是伊拢会来带阮祈祷会，透过因用圣经的话语。互我看见未来，我看袂到的未来。上帝讲：“你信的上帝，你有相信无？我是听你的上帝，你有相信无？你若相信，你交代我，一个赞啦，一个好啦，较紧嫁过啦。迄种我的先生是迄落。”鸡蛋水饺骨，恁听有无？就是即马大家拢咧问我讲，英燕姐，你是安那选鸡有骨的？毋是我选啦，世上认为上好的、上赞的，无得较适合我。上帝知咱未来，知咱的未来，知咱家庭的未来，知咱教会的未来，知咱台湾。的未来要行倒位去，伊互咱看见，会互咱有平安。咱就祈祷，单纯祈祷，然后活出上帝话语。但伊哩就是因为安尼，伊做这个祈祷了后，上帝派天使来互伊看见。但你啊，即马我出来要爱，互你有智慧、有聪明。你困求的，你打则困求时阵，我就发出命令哦。我来甲你讲，因为你是上帝所喜爱的。你要爱无？你才咧求命，甚至你还未求的时阵，
上帝已经为你备办，发出命令来甲你讲，来甲你备办，你要对无？你有信心看见无？有看见咱才对着啦。你若无看见，你对了袂安心，总是袂安心。中间上帝要来引带。豪哥，咱捌无哈？有识无？我好想跟他混很熟，但是他又回来了。林书豪最近在网络上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生气？你是安那不爱生气？你本来伫个迄啥物队，上有爆发力的迄啥物火箭队，结果伫火箭队伊无啥物机会，人要甲伊安那释放出去，然后要招谁？要招一个叫做啥物安什么东什么尼啊？要爱别人，人伊还袂离开哦，就安那，摕伊的衫几号？紧嘞，摕伊的衫去互伊穿。紧来！若是你是林书豪，你会生气袂？会袂？会才正常啦。伊袂生气，毋是伊无正常，是伊是圣人。是安那伊是圣人？他是读圣经的人，而且活出圣经的道理，活出圣经的真理，活出上帝真理。伊无生气。人讲你啥无爱生气？伊讲圣经安尼讲，有人拍你安那，有人拍你的面，你连另外一面都爱互拍啦。有人要摕你的衫，你连安那，衫内面的拢爱互人。咱讲愿意，咱讲甘愿。林书豪甘愿，伊讲伊对信心上帝有信心，所以讲伊讲他有很好的经纪人。第二个，他知道有一位爱他的上帝，知影伊未来要行去倒，伊对这位上帝有信心。咱若是对上帝有信心，这本圣经毋是读尔哦，这本圣经的真理要真做咱生命中的快乐，要真做祝福咱的条件的因素。咱若知学物理，就知爆发力，因为咱对祈祷、火解祈祷，咱有快乐。咱有快乐了后，咱有信心看见远，这距离足远的永生的距离的，咱会当看见，毋是2楼的尔，咱嘛毋是101尔，咱比101搁较悬，咱看见真远的所在，未来末世，咱看见将来，咱就愿意顺服，而且这顺服足紧就顺服，袂当遐拄定。主啊，我愿意，若是你的心意，我愿意，总是你会甲传道讲，传道啊。问题是我都拢无听无啥有上帝声呢。上帝意思是安那？你嘛甲我讲，我甲伊讲，你若甲我讲上帝意思是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我3更半暝，我嘛要顺服，爬起来顺服。敢安尼？上帝的旨意敢无清楚？上帝的旨意写伫底圣经，有圣经中真济咱真学去顺服的，总是上帝应允讲，咱伫祈祷中，咱彼此，咱毋是一个祈祷，咱一个祈祷无亏力。拄仔传道讲，咱来大家三体下，拜五暗时烧酒来祈祷，烧酒来彼此安慰。彼此领受对上帝来依仗，上帝嘛应允咱讲，咱若是立志要遵守伊的旨意，咱就要得到伊遐的教训，咱就知是出自上帝，还是出自我家己的。你哪行，你就哪清楚；哪行，你就哪清楚。拄则我有讲迄个牧师，伊闻到一块安那边边仔的地，看起来是受安那受亏损。受亏损，伊是安那？人拢摕好去，总是你敢知？变迁30年了，
好的地拢着路，伊的嘛有着，但是伊是着下一半。咱着路知影，啊，佫一个好处，啥物好处？伊变成啥？哎，内行诶，变啥物？店面啊！亲爱的大家，上帝早就要应允互咱好的物，咱愿意无？咱有接受着无？咱若愿意，上帝白白恩典互咱，咱的人生是受着祝福的。毋茫咱透过祈祷、读经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互咱伫即个世代有爆发力，伫即个世代咱有续航力，毋是蹦一个无啊，毋是。上帝要互咱继续伫即个世代，哪活哪有开力，继续伫即个世代，咱要为主来出声。人要因为安尼知，你信的上帝是真、搁真、搁活的。有一遍拜五见证祈祷会，拜五暗时，即礼拜拜五暗时咱搁有见证哦。就即礼拜拜五8点，有一遍我听到伫转一季西丽一个兄弟，伊伫个营造厂咧做工课，伊嘛是一个主管，伊咧甲人咧讲话中间，另外一个主管。伫众人中间，因为已经公司足大间诶，就伫即个所在，大声骂迄个所在，发足大诶脾气。你是安怎样？咱兄弟戆呀，骂了无道理，总是伊拄拄啊信主哦。虽然伊伫教会中真久，因爸爸拄啊过身。伊无生气，囥诶，因为伊知上帝会替伊出声。咱兄弟姊妹见证足水呢，啊，但是足可惜，有听见诶，敢若拄啊点头甲几个尔吼，可惜。咱拜五小少来听见证，敢好？咱会受到激励，咱伫祈祷中，咱嘛会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三甲伫主的内面立志讲主，我要伫你的面前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求你看见阮的苦楚。主要成做咱的力量，要成做咱的祝福。你敢想好有一项代志啊？是你即马上艰苦心的代志。你有决定？要照主的心意来行无？你有决定艰苦中嘛要伫个祈祷中甲主相拄无？你愿意为主来做无？咱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祈祷，应允愿，互阮一个美好的前途的主。你听见众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的恳求，主就是这项代志，互阮感觉真苦楚，互阮感觉毋知要安怎是好。主，你听见？你是主爱主，你是信实，你有大权能，你要甲阮斗阵。你要赏赐，互阮对你遐来的力量。主，你要互阮有你遐来的智慧。主，阮感谢你。阮要用主你的祈祷，主祷文斗阵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愿的日时平安的互阮。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死地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大大无尽。阿们。